這個開發區總面積大概有4公頃。那麼重劃之後呢，我們可以取得2.6公頃的住宅區跟醫療專用區的可建築用地。那另外還有1.4公頃呢，就是我們的公共設施用地，包含公園兼滯洪池、廣場、停車場，還有道路用地。這個工區在開發前，它原本都是雜木，還有荒廢的土地，還有奇美醫院既有的一個停車場。那土地呈現一個低度利用。那麼在我們經過市地重劃的一個工程的整治之後呢，我們解決了地下廢棄物的問題。那同時呢，在重劃的施工期間，也確保醫院的停車需求不能中斷。那另外呢，為了避免打擾醫院病患的休息，我們也跟奇美醫院密切的合作，協調工序，把這個噪音跟揚塵還有停車的困擾降到最低。那麼施工完成之後呢，我們這個公園兼滯洪池可以解決當地淹水的問題，可以有3400多立方的一個蓄水量。那另外公園用地呢，也留下一塊這個活動中心的預定地，讓永康區公所來建設里的活動中心。那全區呢也移植了53棵區內的一個喬木確保這邊的樹木呢可以符合永續的存在。完成之後呢，我們希望造成多贏的局面，也就是說醫院可以有更好的醫療專區來照顧病患跟家屬。那麼當地的社區也有休憩的公園跟活動中心的使用，還有呢整個的地區也排除了低度利用，讓這個地區的發展更加的繁榮。很高興經過14年的期待與努力，在市政府的支持底下，我們六甲頂醫療園區終於完工，再來會進行配地的程序。那麼我們取得土地以後，我們要興建新的醫療大樓，讓我們奇美醫學中心在永康、在台南提供的醫療能夠更上層樓。那麼我們這一次醫療專業區總共取得12500平方米的面積，預計可以蓋的建築面積有7萬平方米。相信取得這樣子的一個土地，那我們會來進行醫療更上層樓、舊大樓的翻新以及新功能的引進。感謝市政府的協助，那我們也期待有這個新的土地以後，改善民眾停車的狀況。時間的進程哦，本是基比的90%的這個停車場在這裡。時間內底吼，時間單位吼做得非常的好吼，但這個阮停車位用法非常的好哦。上較讚的就是講吼，阮只有去這個公內底有樓底活動中心，阮家庭裡面上較大期待就是講，阮有這個所在當去活動中心，這是阮裡面上大的福氣啊！會當二樓一定有一個活動中心起好，就是佫再較更加健全、更加好。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3、2、1，請剪彩。我們六甲頂醫療專用區的這個土地市地重劃哈，總共高達4公頃多。那雖然面積不是很大啊，金額牽涉到1億多，但是因為由於它是在現在正在運作的醫療園區裡面，所以說等於是穿了西裝改西裝，對於民眾以及醫療品質，還有周邊的交通的衝擊要降到最低，所以工程期間難免會有點長。但是呢，終究這個好事多磨，終於磨成繡花針了哈，可以讓我們六甲頂醫療專用區可以完工，所有台南市民獲得了一座公園，獲得一個活動中心，獲得的道路用地，然後那個醫療集團他也獲得他想要用的醫療用地，因此呢，可以說是創造多贏的局面。將來呢，我們會盡最短的時間、最快的速度，把多功能的活動中心動工，在明年希望上半年就能動工，能夠讓周邊的民眾有更好的活動空間。大家好，我是楊淑懷，歡迎收看1月22日禮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台南市南區年節貫村年會大家1月29到2月2號，將在水高城貫村文化園區舉行，接續2月6號到10號會刷到市立棒球場邊仔辦理。市長黃偉綽22號出席活動宣傳記者會，邀請市民朋友做伙行入貫村，感受年節採買氣氛。
在國小幼兒園小朋友活力的表演，為今年南區貫穿年會大家活動宣傳記者會來揭開序幕。現場選在南都里活動中心來舉行，由着市長黃偉哲、甲着南區區長蕭秀華以及各里的里長、甲着議員民意代表共同出席，為活動來宣傳。這個眷村年貨大街，除了保留眷村的飲食文化之外，最重要的也是讓更多的眷村美食得以延續，讓更多介紹給更多的好朋友知道。因此呢，我們特別也謝謝我們許多的好朋友哈，大家一起來讓眷村被看見，尤其讓眷村的美食、眷村的年貨以及眷村的文化被看見。那希望大家一起來。我們現在已經有好幾個眷村年貨大街了，像在永康好像也有哈，信還有現在南區水交社，這些都值得我們努力的再去推廣，好讓台南作為美食之都，其中一定不能少掉眷村這一塊。南區區長蕭秀華表示，今年南區的貫穿年會大街，以着兩個場合跨時段的方式來規劃，分別有着明德甲着新生兩個里辦公處接線來辦理，要讓市民在春節進前一改體驗南區多元又個豐富的貫穿年節的採買氣氛。我們南區的年貨大街是最有年味的，那我們已經連續舉辦了好幾年。那這一次的話，我們一樣結合我們明德里辦公處跟新生里辦公處，預計在1月29號，也就是下禮拜四開始，為期10天的一個年貨大街活動。那第一場我們是在水交社文化園區，由我們明德里辦公處所主辦。那是從1月29號到2月2號。那接續由我們新生里王安國里長所主辦的會場是在市立棒球場旁邊的一個空地。那從2月6號到10號。那歡迎所有的市民朋友一起到我們南區來採買年貨。活動現場還有新昌里大飯店婆婆媽媽上菜秀的表演，為活動來帶動氣氛。而兩邊還有由明德里甲着新生里辦公處邀集來各式的年貨，有煙腸、臘肉、南北貨，甲着各式的醬菜、糖仔餅等。市長歡迎市民把握1月29到2月2號。在水交社貫穿文化園區，以及2月6號到10號，市立棒球場邊的廣場貫穿年會大街，感受熱烈的年節氣氛。台南新聞引根採訪報道。台南市觀光旅遊局親近在地旅宿提升品質，辦理台南優質民宿認證，透過團隊輔導加評測，總共80間業者通過。2月2號特別由市長黃偉哲頒獎表揚。來台南旅遊，唔免閣驚旅宿業者胡亂來，有着台南市政府嚴格把關，舉辦2025台南優質的民宿認證，總共有80間的業者通過優質的認證。這個優質民宿的認證計劃，主要透過策略性的聯合行銷，提供旅客立大的選擇指標。並且提升業者的服務品質，加點管理的水準。優質民宿的頒獎，這一方面我們好的一定要頒獎，對於害群之馬，我們一定要嚴打嚴查。所以說我們也希望共同來維護台南的這個民宿品質，而且擦亮這塊招牌。不管是旅館，不管是民宿，不管是露營，這個都是值得我們努力的。台南作為一個美食之都、觀光之都、文化之都、宗教之都，我們每一個部分都要顧到，每一個面向都要兼顧，也能夠共同讓台南的國旅更好。在全台灣各地國旅一片衰退聲中，台南一枝獨秀，逆勢上漲，這個都是大家的努力。有未來希望這個努力能夠持續，而且更加發揚光大。市府觀光旅遊局長林國華表示，這屆通過認證80間的民宿，分布在台南市各行政區，涵蓋有老屋再生、文化主題、親子友善、特色設計、加入生態旅遊等多元的類型。另外，這屆獲獎的80間民宿業者，除了積極維護住宿的品質，同時嘛配合公部門觀光政策的推動，為鼓勵民眾優先來選擇立大，只要在活動期間，立大認證的旅宿，
都有機會來得到虎頭埤雙人日本館，數量有限，上網為止。歡迎民眾把握機會，捕獲一座高品質、佮具有在地特色的台南路燈。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YouTuber 鄭方成講，家己的查某囝佇讀幼兒園期間，互不當管教甲性侵，案件經過司法調查，做出無起訴處分。也毋過，這一冬話來，伊有緣持續佇咧網絡散布相關不實內容，也閣公開募款。台南市教育局特別設置事件澄清專區，呼籲社會大眾無應該以不存在事件傷害無辜囡仔。從2024年的9月，一直到去年的6月，法院已經正式的駁回這一個鄭方成他所投訴的相關的內容，並指他不能夠再做任何的上訴。市府大動作召開記者會，針對 YouTuber 鄭方成指控教育局這案持續佇社群媒體散布不實消息，做出澄清。社會大眾應該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誰才是加害人。我想，這個部分的提報，包括我們同仁給他報17項，他說他被告了，還公開募款，因為他還要繳付多少錢。我常常覺得，如果誰是不當的行為人，應該受法律的處罰。爭議發生在2024年，地城男子講查某囝佇幼兒園互不當管教以及性侵，要求教育局提供完整監視器畫面，也毋過教育局依法保護囡仔隱私權，只會當看，也毋過袂當公開。伊煞以非法方式摕到影片，並且惡意製作成影片。鋪上網，連其他囡仔嘛牽連，就是想要借此誤導社會大眾，甚至出現募款行為。那都不是事實，為什麼要為了自己的利益，為了自己要報仇，然後去傷害我們？我們都是無辜的。我們怎麼看，我的小孩就是沒有受到傷害，怎麼看就是沒有受到傷害，所以我們實在是替我們學校很委屈，很抱不平。鄭方成的行為已經對家長造成傷害，連教育局的員工嘛互騷擾，有人竟因此死頭路。為了讓社會大眾了解完整的代誌，市府特別開設澄清專區，同步發布一系列真相說明影片以及相關法律文書，呼籲社會大眾回歸司法事實，無應該以不存在的代誌持續傷害無辜的囡仔。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舊曆春節特別來到，永康國小特別舉辦一場有年節氛圍的闖關遊戲、手做紅龜粿等過年相關活動，透過輕鬆佮趣味的互動方式，讓學生了解舊曆春節的傳統習俗以及節慶飲食，進一步認識台南在地風俗民情以及文化。永康國小學生已經複習幼兒園的小朋友手提紅包，大聲恭喜新年快樂。這是學校特別規劃節慶系列活動，讓小朋友在闖關遊戲同時，認識在地食材、年節食物、過年習俗等，透過有教有樂的方式，自然歡喜的學習。在過年前，也辦了一個所謂的讓小朋友體驗一下過年的那種氣氛啊，所以我們今天就結合我們幼兒園還有國小的一起來做一個闖關活動，讓小朋友體驗一下之前我們一些活動，一些給我們一些過年的一些氣氛啊，也希望小朋友就是在學校中可以達到一個歡樂性的一個氛圍。除了闖關遊戲，學校嘛安排給小朋友家己動手製作紅龜粿，幼兒園的囡仔當言當語介紹家己做的紅龜粿，真正足古錐。你做的是什麼？這是烏龜，要做烏龜了。做烏龜。再不到不到了，到爆了，會有一根新的牙齒。哦，你還有做烏龜的牙齒啊？你在做什麼烏龜？烏龜。什麼烏龜？紅龜粿。啊，紅龜粿啊！我今天。你會做了嗎？你會做嗎？會。做海龜。啊，做海龜啊？是紅龜粿還是海龜？海龜。永康國小將這禮拜營養午餐設定為春節料理周，
學校營養師王瓊嫣特別準備了這道年節應景菜單。為了讓小朋友感受到過年的氣氛，所以我們在這一周的午餐呢設計為春節料理周。那我們周一推出了這個紅燒蹄膀來代表富貴團圓，然後周二推出了糖醋魚丁來代表那個年年有餘。那周三呢推出了麻油雞飯來代表家家平安。那今天呢就供應了這個茂谷柑來代表大吉大利，然後也希望借由午餐呢，可以讓小朋友來認識這個年菜，還有了解我們台灣的一些習俗文化。校長洪國典表示，考試過後，接續辦理應景系列活動，除了扎緊校園飲食教育以及食農教育，更進一步延伸到餐桌食材，更透過趣味闖關遊戲，融入去春節傳統文化甲飲食歷史，佇咧學校飲食教育甲食農教育推動，互知識不只是佇咧冊本內底，會當透過更加多元的方式，親近囡仔心中。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報你知，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多年推動食農教育的安慶國小，為着落實對土地到產地的理念，除了把土地變成一本一本的教科書，嘛得到教育局80萬的補助，設置全新的食農教育教室，號名小蔥房。22號佇教育局長等各界貴賓的見證之下，正式啟用。安慶國小為落實對土地到產地的食農教育，在校園內除了栽種大江特色紅蔥頭、毛絲芥果以及紅地豆等作物，將土地變成一本一本的教科書，同時成為下課休閒放鬆的角落。透過學生專業的導覽，教育局長甲儕民代貴賓嘛親身來體驗辦紅蔥頭過程趣味雜少。因為紅蔥頭的滋味，正是老一輩食食的記憶。因為阿公阿嬤呢很懷念這個滋味，所以我們把它傳承下去，把這個滋味傳承下去，讓他們可以恢復這個世界，讓我們感覺到種植物的辛苦，而且還會幫助人民得到更多，還像是阿公阿嬤都會得到他們以前最喜歡的東西，最喜歡吃的。大家將現版的紅蔥頭直接送到食農教室，由家長志工來協助清洗處理。在這間號名小蔥房的食農教室，這是安慶國小申請教育局的精選計劃，得到上懸80萬的建地補助。22號正式甲牌啟用。培養孩子，那麼更懂得怎麼樣去攝取、選擇正確而且健康的飲食，然後培養自己好的習慣。我想以後這些孩子都會是頭好又壯壯。學生會當在小蔥房安全完整的實作，嘛是肯定該校多年推動食農教育的具體成果。我們就由營養午餐的那些食材去分析，去做成溯源菜單。菜單做成說，讓全校老師、小朋友都可以知道食物。透過這些農作物的這個種植、主食介紹，讓小朋友知道實在地，然後能夠溯源能夠知道自己吃的是什麼那讓小朋友學到更多。食農教室啟用不只是議題升級，更是引導學生對生活當中學習、培養尊重土地、珍惜食物以及關懷環境的行動力。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第111年政府公布實施食農教育法以後，第一屆國家食農教育傑出貢獻獎的個人組第優，就是頒予安慶國小老師廖兆瑞。面對該校爭取到食農教室小蔥房，予伊有相當感觸，因為予特教生人脈實在表現，甲普通班學生無差，甚至會當導覽充滿成就感，嘛予食農教育成為跨領域的特教工具。
安慶國小推動實農教育重要的推動者，就是特教老師廖挑水。伊除了協選第一屆國家實農教育傑出貢獻獎，特別佇小廠房實農教室啟用，嘛互伊感觸真深。其中要感謝就是重度障礙囡仔，透過實物會當反轉作為校園實農小老師，特別是佇農地當中，已經會當想到將紅蔥頭做成這種料理。涼拌，然後肉燥麵，然後肉粽。石目魚粥。我要感謝我這些中重度障礙的學生哈，他帶給我，讓我去思考說，什麼樣的教材可以深入到人的心裡，帶來改變。所以說，就一步一步在開始，從特教班這邊，他們有的組成的實農特工隊，就整個校園在做可實地檢，然後慢慢再帶動普通班，大家一起來做，那就整個學校動了起來。在教育的第一線，面對身心障礙學生的挑戰尤其艱難。不過，透過實農教育，將普通班到特教班的學生融合，為教育做了上好的示範。廖兆瑞老師，他是國家實農這個特殊貢獻獎的特優哈。那也由於他這10幾年來的努力哈，那我們希望說，透過這個教室來具體展現他可以從產地到餐桌的這樣的一個教學的這個展現。我們的特教的孩子呢，表現真的是讓人家刮目相看哈。從那個引導一直到當助手整個演出，其實每一個孩子都有他的才能，所以在這裡要非常謝謝我們的老師，那麼給他們耐心的指導，每一個孩子都會是最棒的孩子。實農教育的體驗，除了成為特教的教材，在餐桌頂面更看見永續的未來。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原本元老邱英賢牽紅線就已經相當無用，想袂到即馬閣加了新的業務，就是幫忙搶演唱會門票。因為袂少人佇網絡分享，拜了元老以後，就無搶袂到的票，所以即馬會當看到講道頂懸，不只有糖仔餅，閣有明星的周邊商品，演唱會資訊等等，相當趣味。韓團 BTS 將在11月來台灣開演唱會，現在阿米們搶票出奇招，為了能見到心目中的老公，搶到好位置，找上月老尋求協助，還發明一套參拜方法。我們在網絡上有看到，就是有人提供的那個表格，然後上面可以寫演唱會的場次名稱，然後還有成員的名字，對，然後自己手寫比較有誠意，所以我們都用手寫的。除了在表格上要寫清楚偶像的資料，最好帶着娃娃手燈小卡，並附上座位圖，跟月老仔細說明，就有機會圓夢。搶票之前都要有一個儀式感，對，那就是儀式感，順便去炫一下自己的小卡有哪些這樣子。然後主要呢，還是口袋要有一點深度。因為不一定那個票都是原價搶得到的。追星如同談戀愛，還要準備甜食來討好。不僅常見的糖果和麻薯，自家偶像代言的商品也都有，連乖乖餅乾包裝上也寫滿搶票成功的許願。第一次聽到這種為什麼月老還會幫忙保佑你搶票成功？當然神明是萬能的啦。那請求月老的時候，我們不能籠統一直講，我要做什麼一直講下不行，我們要單獨一問一答就對了啦。4.5廟是台南4大月老之一，原本只有單純的求姻緣、斬斷爛桃花，現在多了項新業務，就是要牽起粉絲與偶像之間的紅線，順利買到演唱會的門票。記者蘇懷談的報道。蘭寧路是台高線進入家人市區的重要道路，市府爭取經費進行人行環境改善工程。第2期工程對蘭寧路393巷到蘭寧路459巷仔口，全長280公尺，即馬總算完工，變作迎賓大道。車來車往的南榮路是基隆市區聯外重要道路。市政府推動南榮路人行環境2期改善工程，已經接近完工階段。2期工程在人行道過去是比較欠缺的，那我們在這一段
的工程範圍大概有280公尺，那其中我們增加了人行道的長度，一共是增加到了270公尺左右，那在面積的部分也增加到1200平方公尺，那整个人行環境是變得相當的好，那在跟過去比起來，在行人的動線上有一些阻礙的部分，我們也都逐一的來去做排除。2期改善工程全長280公尺，從南陽路393巷至455巷口，除了人行道拓寬、路口安全設施整合、車道調整之外，電桿都已經下地，讓步行環境相當舒適。在這個路段因為電線桿林立也造成行人通行的一些阻礙，那我們趁着這一次的機會，把所有的電桿都拔除，那要求管線單位來去進行下地，那甚至我們在人行道的範圍也建置了共同管溝，那這個共同管溝就來收納所有的弱電纜線，包含有線電視或者是固網等等的這些線路。儘管工程道路長度只有280公尺，但挑戰度極高，像是周邊店家林立，團隊克服騎樓、巷弄及路面高低差問題，互相整合。好，那這一期的工程我們大概耗費了8個月的時間，那中間克服了許多的困難，包含地下管線，那人行環境不足的部分，以及商家需要有一些營業的需求，還有一些住戶的進出需求，那我們逐一的來克服，那其中也有包含了騎樓跟道路的高低差，那這個部分我們也透過一些設計的手法來去做一個執行。那這個工程我們大概斥資了2700萬，那後面的工程大概還有2期的工程，那我們總共整個大計劃來講會花到2億左右的經費來去做執行。南陽路2期工程將在道路重新刨鋪後開放通行，將大大提升道路整體的市容景觀及人行安全性，營造人本交通的新典範。記者黃少明基隆報道。感謝你收看1月22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楊順懷，咱再會。流感、新冠拢有疫苗好做，哈。你還講袂聽？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這我攏知啦，但是該做嘛愛做。給起來做啦！你這個唔是我對上死啦！對，趕緊別叫 boss。愛有名才有福氣啦。原來是夢，阮查某孫攏講哦，伊今日那時陣叫我愛看你去吃紅地蛋。準備好。好，行。所了，用心一解解決，給你做哦。剛桃，只來1天也可以保職災保險嗎？可以。啊，我們不是公司，這樣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職災保險會不會很難啊？一點都不難，可以通過統一超商 iPhone 機台申報，或透過電腦、手機上勞保局官網申報。代為申報特別加保的職業工會也能辦理。繳費完成，保障生效。實際從事勞動人員也適用於特別加保哦。特別加保真便利，臨時上工好安心。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什麼很賺？我外甥凱凱最近一直勸我跟他一起買股票，20%。他可能跟別人買了投資報酬率高的理財產品，報酬率高，風險也會很高哦。我只是想領個錢給我的家人，你有需要問這麼多嗎？即使是家人推薦啊，也要考慮產品適不適合自己。購買理財商品需符合自身能力，投資前需了解商品預期風險損失，小心金融剝削。